我再问你一句，到底是有神不由命，还是有命不由神？弟弟，女儿早说过了哈，这乃是命里自动的，是人是有命不由神。好，既是有命不由神，你年方一丈，为父我将你终身定下了。弟弟把我终身定下了。定了。弟弟，不知你将儿配于哪一个？哼，生在儿子七外，你天快来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次人发了嘞，好似当头当霹雳。守着分明是他外配，真可与我把魂推儿，回头望把弟弟讲。为何要将我配于他外配？哼，你不是说有命吗？我快点名闹你怎样？弟弟呀，你儿虽在我身侧，你不应该把我的终身悔儿。我这里上家来下跪，叫弟弟把这婚事退儿。弟弟，去！那你一声小气配，大庭广众陪我听。你说有命不由人，我就把你配给那讨饭配。哼！一言之差，难为罪。弟弟他去了成都，谁是去？要他心愿不能归。弟弟母女情义对岸，外父有我罪，我杀不杀的一往上。弟弟，既然我将与他外配，后当养育娘亲辈。还是，哼，且听父有后堂，后堂哪有你的娘亲？弟弟。你到底罪言不罪？不，弟弟，我乃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将我配于陶万培？我死也不去。18、14年，望养你为大，你竟敢处处取笑于我。我今日你不罪，那你与我等着。弟弟，哼，我留你这前程何用？我今日在厅堂之上，我就将你和我的当时算了。弟弟，啊，阿娘，唔知道，人当死
是人打死了。